中华鸡卵验出农药分普年，是由署下令全面落架，不过所有4万粒卵未去台中，检方已经在调查。马太红溪放山湖解除红色警戒，不过阁有新的放山湖出现，水利署要贴关临时报函，有防大水流出来。美国同意甲瑞士的关税为39%抬到15%，媒体分析可能是瑞士用投资甲送金仔换来的成果。观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看11月16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，我是张曼婷。头起先来关心中华有15万粒鸡卵验出农药分普年，是由署下令管制，要求全面落架。不过，所也是有4万粒卵未去台中，检方即马已经在调查，也卫福部嘛要求台中市府着爱查明原因。位伫台中市五车区的龙中两行，甲业务做生意，有民众早起摕规段箱的卵要来退货，可是无开门。我是讲快退的话啦，本来伊若歹，我退我300块尔，我就将我带去田的就好了，我有咧种菜啊。彰化县鼻头乡门仔跳步场的鸡卵，昨月初4被验出分普年了后，过长工鸡卵移动管制，也要全面回收，袂使卖。可是伫初九甲鸡卵卖予龙中两行，到底是多个所在出问题？军检方已经介入调查。本署也会一并了解这个过程，厘清是否有相关的责任。根据是苗署掌握，龙中两行初九向门仔跳步场卖200拿，大约是4万粒的鸡卵，总干那回收38拿，其他是32000外粒的鸡卵，已经卖予线客甲小型的餐饮店甲早餐店。彰化县卫生局长叶元标讲，卫福部伫初10宣布，门仔跳步场的卵全面有方式回收。台中市府迄天到龙中两行应该爱回收这个门仔跳步场的卵，临时抽验，嘛应该爱调查是不是违反食安法。全部文雅畜牧场的蛋都应该要下架。照理说，每一个下游都会接到这个讯息，你就应该全部下架了，不应该在11月10号之后，你还会有上架的蛋，然后还要等待卫生单位来给你做稽查、做抽验，不应该是这样子。叶元标讲，初八下晡开始有通知，门仔跳步场会使解除移动管制。也毋过，伊讲毋是讲解除这个移动管制就使来卖。也来卫福部长赵崇良是讲，已经要求台中市卫生局查明原因，以及也请台中市卫生局进行查明。那么，为什么在已经宣布呢？这个全部下架，或者是新的这个有问题的农场出来的蛋都不准上架的情况之下，还会有这个情况发生，那么来厘清责任。卫福部长赵崇良也讲，所来扩大查验，来确保相关状况未阁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屏东有旅游团从中岛到一间海产餐厅食饭了后，尾仔仔就开始有人出现吐甲身体无爽快的状况，当中有9个人送病院。怀疑可能是因为去食到刺龟，卫生局也已经到餐厅采检，要厘清敢是食物中毒。卫生局人员透早进门采检，屏东垦丁传出好亲像食物中毒的事件。台南一180人的公司旅游团15中岛到垦丁一间海鲜餐厅食饭了后，尾马到大个饭店的时阵，煞开始有人并把甲身体无舒适紧急送医。另采集环境检体6件及10余检体1件送验，后续将依检验及疫调结果重判是否确属食品中毒案件，并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规定处办。身体无舒适有9个人，其中包含一个12岁囡仔，经过治疗了后，无带伊就转去饭店休困。因为代志发生的时阵也未食暗顿，有人怀疑问题出伫中岛餐厅，因为有一个菜是凉拌刺龟皮。因为它那是无毒的河豚，它不是日本吃那种有毒的河豚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生物，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。要等他来跟我讲，我才会跟他才了解，因为他也没跟我说。业者表示，目前一步接到旅行团反映，卫生局表示会调餐厅食材来源制作过程，佮采集相关检体化验，后续会调查清楚是不是食物中毒案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镜头来到花莲，马太红溪放山湖已经解除红色警戒，不过也是爱继续监测。因那另外一个新的放山湖，这有测伊的扣水量受到15万立方公尺，万不伊若是放弃，在水尾水位恐惊是提悬9公分。水利署按算伫咧一礼拜内要贴关临时报函，有防大水流出来。
透过空气监测花莲马太安溪放山湖，16世纪上升的储水量是33万立方公尺，虽然维持常态境界，也毋过未当疏忽的是，旧的一路口倒换，也阁有大约1亿立方公尺的土沙堆积伫坡面。未来万一发生大水后，也是地动，可能会造成遍布决东搁一摆塌伫河道。它如果再下到那个极端的降雨情况，有可能也会形成新的淹塞湖，或者是有可能会直接就是土沙会往下移，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。那旧放山湖暗藏风险，13新形成的放山湖3监测的储水量是15万立方公尺，依照极端情形假设放山湖3，那伫1点钟放寒会产生每秒80立方公尺的大水流量，可能会互水位大满爆旱河大断林，也都是明流清水位压悬9公分。水利署有计要伫1礼拜内将临时爆旱提升到5公尺。除了官方单位动员防溢流，当地复原工作也继续咧进行。今日在面的公园通往明利村的道路已经清出一条路，予当地户会当通行。也毋过暂时无开放一般民众通行，已经伫16日收通。为着鼓励大家在后积极复原，当地也挂上红布条啊，写着“明利村加油”。道路是差不多了，初步的审查它的程度之后，我们才可以整理那个受灾户的家园。并在后复原的也阁有枫林、长桥里。当地真侪居民的徛街，涂骹又沿弄怪怪的寸步难行，还靠国军斗相共将落瓜梅清出出外。有居民摕黑菇喷雾水，身体无爽快，又往爱设法整理家园。担心家里面了。煮饭的地方在这一带，在这一带啊。走了，我差一点都昏倒了。因为本身就是自己也是家境很好的嘛。就看到这个情景，后面领导表示，针对灾民所需要食的物件，公所会指引便当，收容所也会继续开设，让居民会当安置。居民只希望一类事件唔通够发生，才袂让复原的工作去了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今仔日各地好天出日头，敢若桃园以北的落地渐好。不过，为明仔载开始，东北季风到位，各地拢会反冷，温度是敢若剩15度到16度。有专家就表示，这是进入秋冬以来上强的冷空气。一片的光芒，今次是伫日头骹随风摇，百合拜节的好天气，西半部甲离岛侪份好天，适合出门行行咧。这方面，桃园以北甲东半部分量是慢慢增加，有时阵有一寡短暂雨。17摆开始一波较强的东北季风到位，天气会由北向南明显转凉。过往的话，低温的部分都会去大概在20度上下，那这一波的话，低温的部分，像台北来到16度，所以这一波确实是跟过往相比是比较偏强的。不过目前来看，冷空气的强度跟过去来比有稍微比较削弱的趋势，所以大致上就是以东北季风的等级为主。气象署说明，北边的冷却压路南带来较强的东北季风，所以为17开始，北部、东半部气温会先下降。17、18也就是拜一、拜二这2日，因为水汽较济，这方面的基隆、北海岸、大台北山区甲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，温度回荡的有限。其他所在早暗夜凉，一直爱到2日，东北季风小可减弱，气温才会回荡来。未来几日各地拢要注意温度下降，低温下探15、16度。较空旷所在无排除会更较低。周2、周3一整天，甚至到周4的话，天气清晨天气都是比较偏冷。预计在台南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，在这段时间会降到15、16度左右。那其他地区也大概在17到19度。那到周5跟周6的话，气温才会慢慢的逐渐回升。冷空气一路向南行，各地会豆豆转凉。有气象专家指出，这波是进入秋冬以来上强的冷空气，提醒民众爱穿小早暗爱注意温差的变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进前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表讲，台湾若出代志会牵连日本的生死。中国去甲噗噗跳，对日本提出警告。毋但今仔日伫钓鱼台海峡巡航，佮公告为明仔载开始，连续3天拢要伫黄海进行实弹射击。国防部公布，15几天查到30架自强机，8架强舰甲公务船侵了台湾，伊佫呈现4面宽带态势。因为强军佫做一片联合战备警巡，当时侪只中国渔船挖进咱西北海峡，海巡人员出动巡护，却是只到一只中国籍渔船伫台北港外海熄火救助，并且领导精神，先伫南关澳现场来拍火救援，协助15名中国籍船员来撤离。
中国籍渔船闽东屿61227失火求援，当时海象恶劣，风力6至7，阵风9级，浪高约3米。新竹舰能立即赶赴现场，并以消防水柱实施灭火。最近日本首相江氏造苗对台湾有代志，表示态度的言论，和中日关系紧张情势正悬。中国海警16日派出舰艇编队伫钓鱼台海峡巡航，并且公告17到19，要伫黄海部分海峡进行实弹射击，被认为是击向日本的意味真高。同时，中国外交部也呼吁公民最近避免去日本。学者认为，中国甲日本线来会较冷起来，甚至是冷淡期，那台湾也应该小心来应应。中国呢正以复合外交，就是外交抗议、经贸、旅游、干港、军事事情与舆论战多轨并行，来对日本进行施压。台海议题正是矛盾核心。那台湾的最佳策略就是谨慎参与，避免被操弄。总统府讲，台日两国紧密友好，咱国密切关注中方行为，并且会甲日本在内的区域各国来合作，确保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这几年人工智慧当兴，中国嘛发展出真侪相关的软体。根据咱国安局的调查，这些中国软体拢有治安的风险，阁有政治立场无平正等等的问题，建议民众都莫去使用，避免漏泄个人的资料。手机点一个问题答案随出现，相像是 AI 语言模型，最近几年真是行。中国在 AI 软体同款真发展，不过最近国安局统合刑事局等单位抽检5款中介软体，包括碟式、盗宝、本身意见、统计成本加电信管保，针对应用程式、相像内容两大部分检验，结果拢无合格，建议民众唔通使用。会抓取资料会上传回去他们的主机伺服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，对，就变成说各自有泄露的风险。我们会建议说，第一个同仁那个民众不要去做一个下载，第二部分对于下载部分其实是可以做移除的。应用程式部分采用司法部发布的检测软体有15项评鉴指标，结果发现5项程式拢有要求为李自信，所致再度强迫同意无合理允许条款，加所致设备参数等问题。统计成本检出11项违规，盗宝电信环保10项违规，本身语言加 DeepSeek 各有9项加8项违规。怕这种来路不明的软体，对，很容易造成自己的个资外泄。已经知道它有问题的话，通常就不会再去用，就尽量不要在手机上留个资吧。另外，在相关内容上是出现严重偏疏的资讯，包括政治立场、涉及两岸、南海、国际争端等议题，拢是采用中共官方立场，也有历史认知偏差，包括台湾不是一个国家，台湾是中国领土，未当分割一部分等字样。甚至相关内容调工排除特定关键字，像民主人权、六四天安门事件等。那如果你给他分析的资料是可能有机密性的，或是里面可能有掺杂一些自己的一些财务资料啊、个人资料等等，事实上都会有一些问题。治安专家建议有疑虑的 App 首先是莫使用，也尽量减少开款限。司法部建议民众爱谨慎选用 App 来源，防止个资遭到不当利用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AI 聊天。美国同意甲瑞士的关税为39%提到15%，有媒体就点出一极端的关键，除了是瑞士答应要投资美国2000亿美金，阁有放任对美国鸦片的关税以外，进前瑞士一寡经营珠宝企业的头人去拜会白宫，送予川普的金马阁有手表啊，可能嘛有发挥作用。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则是刊登标题是“金条外交和瑞士甲川普达成贸易协议”的报道，讲瑞士为着配合川普，在月初动员劳力士公司执行长杜福尔、精品业者立丰集团董事长鲁伯特、贵金商家金融集团 MKS 负责人夏卡契者，均也为精品甲金融投资业的大头家，到白宫拜会川普。上川普一刻45加47两个数字，代表伊总统任期的金条，也有一组价值几万块的美金，收藏顶级的劳力士足证。这瑞士的贵客回国了无偌久，目睭进来记者就伫川普白宫的办公室桌顶看到一款劳力士的足证，有时就问白宫的官員講無唔對，迄就是瑞士送的禮物。That was a very serious threat. On the prosperity of Geneva and Switzerland. So today is a day not of celebration, but of humble and modest relief and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.
英国广播公司 BBC 标题是黄金魅力公示了后，美国同意甲对瑞士关税降到15%的报道，讲瑞士这商业领袖敢若发挥上界重要作用。另外有一寡人早就进入川普权力框框内底，像是杜福尔。川普高价出现伫美国网球公开赛决赛，就坐伫这罗列斯这屏顶的贵宾包厢内底。伊当时也问杜福尔，若是无对瑞士扣这个高关税，伊是毋是爱参加这样活动嘞？两国达成的是贸易架构协议，美国对瑞士产品扣的进口税对原本的39%大降到15%。瑞士是讲未来3年对美国直接投资2000亿美金，其中1/3的投资金额明年底就到位。另外，瑞士也同意取消一定配额内底对美国牛肉、加禽这进口肉片的关税。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讲，协议破除长期存在的贸易障碍，为美国带来几若千个新的工作机会。公视新闻，欧慧文编译。美国伫加勒比海出动军舰，派上万的兵力，甚至是进行联合军事演练，讲是要打击毒品。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就批评美军安尼做，根本就是咧恐吓，嘛威胁区域的和平甲稳定。美国以打击毒品恐怖分子为名，伫加勒比海、东太平洋海峡进行的南方之矛军事进步。伫有5000名兵力的福州号航母打击群就定位了后，总计击击10多架军舰、1架攻击潜水艇、10架 F-35战斗机，甲15000名兵力。伫甲高层国安顾问电子秘籍讨论了后，川普暂时伫空军1号，互记者问到要安怎处理委内瑞拉，伊讲已经大概有注意啊。I sort of have made up my mind. Yeah. I mean, I can't tell you what it would be, but I sort of made up my mind. 美军当日公布一段对运渡船所进行的地面性攻击的影片，类似海上突袭行动至少已经有20场，造成至少76人死亡。16起6日，佫会甲千里达参托巴哥共和国展开新一轮联合军事演习。美国总统马杜罗15号伫米兰达举行的大型反美集会，讲美军的行动是咧威胁区域的和平甲稳定，是为着要夺取石油、天然气资源，想要政权换人的借口。Para decirle fuera de aquí, barcos imperialistas, fuera de aquí, amenazas militares. Venezuela se respeta. 委内瑞拉顶日动员20万陆海空3军官兵一直进行操演，展现捍卫国土的决心。另外一方面，美军这场加勒比海行动的合法性，伫国际社会也是有争议。英国哥伦比亚就连续宣布暂停，也是终止甲美国伫这个地区的情报合作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彰化一栋大楼半暝发生火灾，那像是停伫咧1楼的奥多麦导火所引起的。加在调伫咧内底17个人拢救出来，嘛已经拢送病院检查。也这火烧的原因，警方目前也搁咧调查。2楼有人在救是不是？2楼的那个民众，那个窗户先关起来。大火为1楼通道一直往外口冲出来，伴随乌烟也一直冲。消防队员发现楼顶有住户伫窗仔边喊救。烦恼乌烟走入出来，赶紧爱住户先将窗仔关起来，跟随游水线灌救。16透早晚4点，彰化市中华西路这栋5层楼的集合主体，停伫1楼通道的机车不明原因就火烧起来，火势真紧，为楼梯向顶面烧。楼顶住户已经无法度为楼梯逃生，消防队先引导住户将门甲窗仔关起来。火势大约伫半点钟了后爆发，消防队随即上楼救人。它的2楼到5楼的部分，总共1层楼有3户，那分别有一些民众在待救。那我们立即使用共生面罩分别先后救出了17位民众，那其中包含11位女性，那6位男性，那其中小孩有4位。消防队伫2楼到5楼拢总救出17名住户，其中年纪上大是73岁，上细汉的只有11个月，拢无生命危险。因为部分民众有输入乌烟，将17人拢送医检查。为着确保大楼住户拢平安，消防队甲警方也针对有所问的住户拢门检查，确认拢无民众受困。因为机车半暝不明原因导火烧起来，警消当地现场做调查，要厘清导火原因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
地方放送头做回来看台南一年一届的昆神王平安宴祭。今年因为台南和风灾是算长到真热力，所以庙方就决定要扩大举办，让民众会当来祈求消灾解厄。除了排队领平安宴以外，还有办跋杯的比赛，让民众来赢奖金。另外，也有办到用在地食材来推广台南。 民众透透排队排到热肠，就是等要摕这平安盐茶啊，内底会当家己装盐。这是一年一度昆神王平安盐茶15正庆请盐制盐仪式，提供给民众消灾解厄。今年连续的风台损害甲真热力，庙方这回特别扩大举办，用信仰文化参艺术做结合，兼提供50万奖金跋杯比赛，向各地游客来这斗老街。因为我们今天很早就来排队排这个平安宴，因为它有那个辟邪祈福的作用啦。然后我们也帮我们日照中心的长辈祈求一些平安言回去保平安。丹那苏的风台造成咱台湾，尤其台南嘉义这部分哦，损失非常严重。各互天地知影哦，希望讲吼，咱天地咱保庇讲咱台湾未来的经济会较好，吼啊百姓的事事无灾。 哦，啊，大家当平平安安。除了平安宴祭，请法师加持祈福，庙埕嘛是闹热滚滚。北门区公所中昼时间办千人祈福平安宴，每一出菜拢是用在地食材落去料理，有影真澎湃。平安宴背后的意义，主要是祈福感谢风灾后各界帮助台南和中健康顺利完成。那全国饲沙白鱼，台南占42%，今年龙鱼业嘛真严重。这回农业局嘛邀请在地农特产来摆档，希望嘛借由平安 推广本地优质农渔产品。三城的部分吼，咱这的渔民就会影响平安的方式来推广咱虱目鱼季。当时风灾了，这个受灾还是要会当恢复咱对沙白鱼的喜爱。感谢全国的民众，那另外也透过这个天人宴来行销我们大北门区的农特产品。平安宴祭到达22档，今年伫假期2天举办，分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结合王爷信仰参盐业文化。 因希望通会使成功推广饮食旅游，带动地方产业发展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天气报，你再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。北部地区上低21度，上悬25度；中部地区上低19度，上悬29度。 南部地区上低20度，上悬30度；东部地区上低21度，上悬29度；外岛地区上低17度，上悬25度。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。 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，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。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。